呢度原來藏住咁多澳門寶藏文物，走進澳門博物館。澳門第一批被評定嘅動產專題特展正式亮相。呢次展覽從首批被評定嘅400件套具重要文化價值嘅動產中，精選約100件套，附以多媒體影像，將涵蓋嘅考古物、書畫、紡織品、官方文書等24類展品一一呈現，從海上貿易遺珍、中西交融工藝到市井同埋宗教器物，一件件文物串起澳門數百年嘅變遷足跡，展示澳門嘅歷史同埋社會變遷，呈現中西文化交融與多元共生嘅城市特質，促進澳門歷史文物嘅傳承。嚟澳門博物館，走進澳門嘅文物時光，線上虛擬展覽都同步開放喎。